行情好的时候呢，量化疯狂的追高，不断的抬升股价，把泡沫呢越吹越大。一旦行情转弱开始调整，它不会帮你砍的，它只会无脑的止损，无脑的砸盘。简单的说呢，涨的时候呢帮着你抬轿，跌的时候呢就带头砸盘，把小波动呢直接放大成大跌暴跌。这也是现在 A 股的波动越来越剧烈的核心原因。虽然是这样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锅都甩给量化，把下跌的责任呢全部推给量化呢，也算一种自我欺骗。当然了，量化是市场的一个放大器助涨助跌嘛，但绝对不是下跌的主要原因。当然了，与它也有点关系你不能说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但不是核心原因。